国道客运的载客量目前还未完全恢复，不过营运的成本煞是愈来愈悬，实在记载袂掉啊。即阵公共汽车客运全联会针对走底道的通勤路线，人较济、较少的时段，或者是来回，拍算要定出无共运价。国道客运慢慢驶入转运站，详细一看，离峰时间未少帮厝，拢只有咱省的乘客哩济，就连单车大厅、单车人也真少。因为国道客运运量也无全面恢复，加上欠人无价起价，营运成本继续升悬。即马公共汽车客运全国联合会要规划针对亲像基隆、南港、桃园大有特区、往返南港等这底道通勤路线，提出尖峰、离峰或者是去甲转来这差别的票价。不要调太高，我是可以接受啊。涨价也是要大，不然就是桃园，你不然就是要坐火车，火车也没有比较快。事实上，国道客运的票价为2006年到即马拢无起过，加上有代替高铁的竞争，拢互国道客运长途路线整体质量落差。公共汽车客运全国联合会检讨国道客运18项成本，伫去年10月提报公路局要起票价，不过这方案最近互公路局退回来，要求重新调整。全联会除了检讨中长途路线的调幅，也建议针对底道通勤路线提出占离峰或者是去回这差别的票价。在早上尖峰的时候，会很多人上不了车，但这种路线到了离峰的时候是一客难求。那所以业者为了营运这种路线，通常会被要求，在尖峰的时刻。开非常密集的班次，但这些人跟车不可能在离峰的时候就到别的路线去营运，变成了营运成本非常高。学者认为，常常出现底道通勤为主的路线，尖峰时间去的人是不满，回或者是离峰时间无人坐。不过国民叫司机下班，长期落来成本未砍得哩，确实应该将成本反映伫票价顶悬。若无路线营运袂落去，造成停驶反倒转来对民众的影响更较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